种病毒 BA.5进入到社区，引起到民众的担心，正惊会过来引发到大流行。安尼年底要开放边境，恐惊是遥遥无期咯。专家是讲，目前 BA.2的疫情也未结束，若 BA.5大流行，应该会为8月中旬开始，也毋过无需要伤过惊狂，因为这 BA.5大多数拢是轻症。无症状，到时阵总是爱解放边境，回到正常的生活。那你是毋是要全面来催促到第4剂预防策略？专家讲，慢性病者甲长辈者会当先来做，其他的人等次世代的疫苗到位才做，无需要着急。敢像蔡依林歌当中歌词所写的，爱无法度搁转来，一切拢爱倒退路。爱倒转去3年前疫情爆发无法度出国的时，因为变种病毒BA.5进入社区，敢会当买年底的机票，大家敢会当出国，敢爱继续甲边境封起来。新加坡是单日死亡人数小于10个人，那么这个日本呢，单日死亡人数也小于20，可能的流行在确诊数增加，可是大部分因为它是无症状跟轻症，还有不要忘掉。新加坡今天之所以会这么少的死亡，那么它的追加剂77%，相等于台湾目前的追加剂70%，所以对于中重症死亡，应当不会造成困扰。对于未来 BA.4.5，台湾预计在8月15号到8月底中间，一定也会遭遇到 BA.4.5的小波流行。但是这些不应该影响到目前从大流行刚结束的我们的社区免疫防火墙。筑起之后，从自然感染到我们的追加剂感染，我们还是可以抵挡 BA.4.5变成中重症。台大公卫专家陈秀熙认为，因为 BA.5大部分是轻症无症头，会像今年6月疫情大爆发的时变做自然免疫，所以防疫无需要搁升级。表面下看病癌症或者是慢性病人唔敢出门，影响保命机会，提升死亡率。安尼敢应该做第4剂。对一般人第4剂，我认为不必要一定要做这么样的一个严格的施打的规定。但是对于我们过去曾经有慢性病的病人、癌症病人、洗肾病人，有包括我们65岁的长者，第4剂应该针对这些高危险族群来施打。在慢性病逐渐年轻化的过程中，你可能50岁就已经有伴随慢性病，就是变成了潜在的会感染新冠病毒那成为那个重症那把它下修到50岁后，我觉得是可以的做法。医生认为，即马无需要着去开放做第4剂，会当等次世代疫苗到位才搁做。公卫专家嘛认为，要脱离疫情，只要莫凊彩甲喙暗摕落来，若是想要恢复正常的生活，年底边境开放绝对袂当搁签。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赶紧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我们华视 YouTube 见。